2015年4月，后调全北的季节。了早伫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冲州，飞来新北市金山的拍台风，冇飞船到西伯利亚，电到留下来，途径飞5整日嘞。佢俩规身拍，原本办台式冇换落惨倒，就剩姜紧老头拿和榴莲倒烧忘难食。国家惨电嘅面变风，就表示佢哋台湾声音状态变做台调了。太严了，它就捡到蜻蜓就吃掉了。有人讲了只拍台风当幸福，但伫金山清水了第10天，食好、睡好、又聊好，马界又唔是少，当然还有很多人要为佢翕相，还安尼台湾人咪对佢食材好，为到佢固性该佢秋天的港中人，甘愿唔是肉个唔食草。莲花天的连景被食材给食到饱。新北市政府和特别抢界保全来停收状元，所有来看机来翕相的人，咪全部乖乖唔敢撩机、吓机，食材机爱圈、爱燃、爱背。所以咪有人讲，有只拍台风的出现。唔但将改变了金山港中人的昨天方式，咪改变了你的政府对土地开发的态度，改变了当人的保育观念。所以讲，你台湾人本去几多，其实基本你的很难多喎。2015年8月，看佢贵姓拍摄线面风风就地。也只拍台风变台调咧，今日佢俩伫叫嘛个么？系唱歌冇唔唱，不过系伫个轻判，唔是讲佢歌叫咪冇因为演技，因为佢系判俩全部伫西伯利亚。虽然当人看佢伫金山大好好，真欢喜，不过未会记得，我们讲佢还系绕上的后调，秋冬下南来过冬。春夏转北是春台，暂算系佢哋嘅身份。所以希望下一只春天，佢做嘅顺序飞转去西伯利亚，唔是转来咪冇相干。所以从金山安样嘅两山土地继续留念，本台自然所有嘅动物做得到安尼强下身份，安样就当满足咧。